我哋上一集講咗作者教我哋點樣活在當下。第一，做個旁觀者，觀察腦入邊啲念頭，你只係個觀眾。第二，專注呼吸，你唔可以呼吸琴日嘅空氣，留意呼吸，即刻就翻晒喺呢度。第三，係感受身體，例如感受下我哋隻手，感受下我哋隻腳，感受下我哋嘅心跳，身體永遠都喺當下。第四，臣服當下，接受現實，唔係放棄，而係接受咗現況，先至有力量去改變。第五，係停止批判，批判只係會令你覺得唔夠好，但係當下你已經係好 OK。第六，係同痛苦共處，唔好逃避，唔好抑壓，直接感受下痛苦喺邊度，你會發現好快就會淡咗。例如你失業，可以選擇喺腦入邊係咁痛苦、埋怨、擔心，又或者你可以選擇接受咗先，然後而家諗下可以做啲乜嘢，搵工、學嘢、休息下，你會發現所有嘅力量都係存在喺呢一刻。其實真正嘅自己永遠可以觀察念頭嘅意識，唔係你個腦，唔係你嘅情緒，唔係你嘅身份，你本來就已經係完整，本來就已經足夠好，唔使證明俾人哋睇。留言話我知你最難專注嘅當下係啲乜嘢時候，分享埋呢條片俾你朋友，同我哋一齊練習，做翻真正嘅自己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